喂，而家啲珠海樓總價60萬就可以上車一套精裝現樓嘅70年產權住宅紅本單位，現樓現證嚟啦，所以冇任何一個風險。你唔好覺得佢好偏啊偏貴咩？隔離咧有呢個高鐵站，可以直接坐高鐵翻到去香港。如果你揸車嘅話都冇問題，20-30分鐘時間咧就翻得到呢個港珠澳大橋，所以過關翻香港都好鬼死近嘅。咁隔離咧都有一個商場啊，有呢個步行街、宵夜街呢啲冚唪唥都有。關鍵係咩啊？呢個項目仲自帶會所，什麼游泳池啊、健身室啊、瑜伽室呢啲全部都有晒。嚟唔多講，睇下呢個單位先。咁呢個單位咧就餐客廳一體化，整體空間亦都係會比較大。不過咧佢廚房就細啲，但係咧佢係明廚設計成 U 型咁嘅設計，廚房嘅3件套咧都係送俾你嘅。再睇翻呢個休息區先啦。咁呢度咧就第一間房，整體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咁對出嚟咧就呢個洗手間嘅位置咧，做咗一個乾濕分離，旁邊咧就細蚊仔住嘅地方。嗱，咁最後咧就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三邊落床，2個床頭係有埋衣櫃。咁你哋平時2個喺度依人都完全冇問題啊，空間夠晒。並且呢度咧係270度一個轉角飄窗位，所以佢採光通風真係一流。好似呢啲單位咁樣啫嘛，你買翻嚟退休度假養老住，真係舒服到痹啊！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如果感興趣嘅，私信我發啲資料俾你睇。